三世多杰羌佛，南無觀世音菩薩。我以至誠之心繼續恭讀第三世多杰羌佛說法《藉心經》說真諦第二部分，藉經文說真諦。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。因此呢，淨土同呢個般若，佢哋係不同層次嘅兩個道生嘅法寶，佢哋之間嘅關係係依互而成嘅，互相依存嘅，互不應缺，更不可謗兩者嘅差別，甚至於三者、四者、五者、六者嘅差別，不可誹謗禪宗，亦不可誹謗華嚴、法相、雲門、曹洞等等諸宗派。只要係佛建立嘅佛法嘅宗派，我哋都應該尊重，不能互謗。主要在於隨根器嘅大小、深智與淺智，或菩薩同羅漢之因緣和合相應之契機。佢哋之間具體應該和合相應嘅係邊一種法，契邊一種機，自然學法就會相應，就會好快嘅得受用。現在有人話密宗破瓦法係不可信嘅，呢種情況有好多人啊，就話密宗破瓦法根本唔值得信。咁樣我認為呢個係個最大嘅錯誤。為咩講佢係最大嘅錯誤呢？第一，我咁講呢種話嘅人一定未有深入過密法體驗，而係只深入咗顯宗或研學其他宗嘅教界，或者未實修過破瓦法，未有專門去修過破瓦法，因此唔了解實際效用，所以呢，唔了解實際嘅具體認證，因為未有去檢驗過，就冇權利嚟講呢個話，所以佢先順口開河嘅，想點樣講就點樣講。講呢類話嘅人有大德，有宗派嘅祖師都講過呢個，但係我哋唔好同佢哋一樣嘅，佢哋講乜嘢法唔好，咁樣我哋唔應該同佢哋一般見識。為咩我哋要如是呢？佢不明白者不為過啊！何況我哋六根唔應該執着佢呢啲，總有一日，正如我同你哋講嘅，佢哋仲要嚟學呢啲法噶嘛？呢個就係自然現象嘛。比如修密宗法嘅人，幾經轉世後，最終仲得步入解脫大手印修法，否則要開真正嘅五明聖智，只能空口講假話。要實證現量境係不可能嘅。如果唔咁樣，北京嘅一環路就穿唔過去。要入北京城，必須要走嗰個路啊！呢個係一個階段，一個過程啊。正如我哋從成都要到新都，咁啊，你非得從嗰個公路上走啊？法擺喺嗰度，就係表不同層次要正取佛嘅嗰個位置嘅不同相應行所而所立嘅法義，亦係解脫成聖成佛嘅必然規律，亦可以講係佛對因果照見嘅結果。呢個就係佛立下嚟嘅珍寶密法。響釋迦世尊嘅時候，有人話冇，點解冇呢？釋迦世尊嘅兒子羅睺羅嘛，佢嘅親生兒子就係學密噶嘛，密行第一嘛，只能講其他嘅弟子未有教嘛，因為佢嘅兒子響佢身邊處得耐，好教育，所以隨時教佢密法，就可免佢亂講。當然仲有其他嘅因緣，呢個只有世尊先至知道。因此羅睺羅係密行第一，但係佛陀教嘅密法與西藏傳嘅密法有不同之處。佛陀教授嘅係純正佛屬派嘅精元，佛屬派亦就係響無宗派之分嘅純正佛教、佛學、佛法，直屬於佛嘅教法。咁啊，後嚟
密法又傳落嚟，成就嘅人已經夠多噶啦。就係講個個法都有個個法嘅成就，但係亦有迷信嘅密法，我哋不可相信佢；亦有假密法，我哋不可相信佢；亦有所謂嘅政治性嘅密法，我哋不可相信佢。乜嘢土師王爺所遺留落嚟嘅，佢哋嘅親屬們，所謂嘅活佛法王尊者，實際上搞政治一套，呢種活佛嘅法，我哋不可相信佢。我哋要相信善良嘅行說，善良嘅法義，真正嘅佛法，符合教義嘅密法。對參雜地方民族鬼神綜合嘅密法要慎重，亦要擇其善者，行其法義而為之。咁樣第二，佢根本唔了解密宗係點樣一回事，就係講佢唔知道密宗到底係點樣一回事，只認為密宗就係持咒，開口就話密法嘅人念咒語嘅。我響寶光寺曾經幾年，呢個寺院係學天台宗嘅，咁樣幾年當中，我就知道一講到密法，有人就話喲，你哋念咒語嘅厲害哦，密法念啲咒就厲害咯。我一般聽到亦唔多講乜嘢，我話你哋話我係乜嘢法啊？佢哋話你係密法嘛，我都聽講你密法好厲害嘛。我話我講俾你哋聽，我叫佛法，我唔知道咩叫密法，我亦唔知道你哋乜嘢叫天台宗，但係我講俾你哋聽，你哋願意同我探討，我就願意同你哋講。所以佢哋嘅法師們啊，包括佢哋嘅和尚，冇事就嚟同我辯論，結果連半個月都未有，都要求聽我講法。後嚟普雲法師，原來漢藏教理院嘅教授和真修、聖含呢幾個老和尚，同我住響西花園。我呢一世與佢哋相比係最年輕嘅一個，結果佢哋要聽我開示，開示完咗就隨時動員我，就話上師啊，你應該做我哋寶光寺嘅方丈，否則我哋嘅佛法就完啦。我話我唔能當方丈，心直法師係個好方丈，普雲法師你今後先至該當方丈哦。你咁有學問，太虛大師都睇得起你，請你當漢藏教理院嘅教授。佢話哎呀，我邊度能同你相比哦，我差之天遠哦。我話我同你講，我未有宗派之見，我呢個人呢，仲想響藝術方面、響科學方面、響哲學方面、文學、醫學等方面做一啲事情。如果我當咗方丈，陷入去，整天就坐響嗰個佛台上，滔滔不絕咁樣提起一串佛珠，披起一個袈裟，嗰個先成咗站廟沙門啦。咁我就唔好做事情啦。但係我非常尊重你哋。第三世多杰羌佛說法，藉心經說真諦。今日就恭讀到呢度，無限感恩。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。